來看中華有一個民眾呢，是因為手着傷腫起來，結果掛在手鏈的這玉仔全拔袂落來，伊趕緊走去消防局找人甲鬥3工，落尾是用工具破壞，才總算解決這個問題。消防人員是提醒講，這民眾呢，若準是拄着玉仔，還是講手指卡掉咧，安尼家己硬腳可能是會着傷的，一定愛找專業單位來甲幫忙。轎車駛來中華電中消防局，一位負責人落車倒手壓關關，這是因為伊手着傷腫起來，結果掛佇手的玉仔煞卡掉的，拔袂出來。民眾聽甲擋袂牢，趕緊找消防人員鬥3工。手款傷暗咯，腫起來暗。啊，那腫起來？啊，骨折。哦。該用燈嗎？還是？對，用燈啊，要拔掉就對啦。哦。這位負責人表示，伊因為車禍手着傷，規支手攏腫起來，想袂到掛10多年的手款玉仔煞卡佇手的，安怎拔攏拔袂起來，聽甲擋袂牢。消防人員真細膩，就驚閣去傷到負責人着傷的手，先用硬仔處理，但是攏無法度甲手款用斷，最後用鋼推啊，才順利甲手款卡斷。有一位中年婦人來分隊求助，她表示因為手骨折導致手腕腫脹。手部的玉肘卡住，導致他的手部異常疼痛，那求助於消防隊協助他。除了玉肘之外，也有可能會遇到戒指卡住的部分，這部分我們也會建議民眾盡速尋求專業人士的處理。消防局提醒，手指玉仔也是手款卡掉的，有可能傷到皮肉，也是影響血液循環。若是拄到這種情形，千萬唔通家己硬解撬開，避免造成第二界的傷害。應該趕緊找消防隊也是醫療單位協助減少傷害。記者楊淑晴，中華報道。